為咗配合今屆全運會綠色辦賽嘅理念，煤氣公司喺當中嘅高爾夫球賽率先使用氫燃料電池發電機，為比賽嘅場地帶嚟穩定又潔淨嘅能源供應。大家喺日常用緊嘅煤氣之中，其實有一半成分咧係氫氣嚟嘅。而煤氣公司憑住超過160年處理氫氣嘅經驗，已經可以喺遍佈全港3700公里嘅管網提取氫氣。氫燃料電池發電機運作嘅時候，氫氣同氧氣結合會產出電力，而副產品只係水。相比一般活動常用嘅傳統柴油發電機，可以做到現場零排放、零污染同埋零噪音。今次支援全運會呢項大型活動，我哋由煤氣嘅管道抽取高純度嘅氫氣注入發電機，再經監督下安全運送、接駁、做足測試，最後得到氫能源跨部門工作小組批核後就可以應用。較早前，我哋更舉辦氫能教育日，俾學生、老師以及關注氫能發展嘅學者同環團代表親身了解到今次活動氫氣抽取到應用嘅過程添。未來我哋會把握氫能發展嘅潛力，進一步將氫能應用拓展到不同嘅領域，引領香港能源轉型，邁進可持續未來。